退休认真，我故乡的苗栗师傅来做头呢已经20年。民国49年，阿叔有风采，摕苗栗师傅来台北打拼做头年学士的。这时经济已好，生意好，地主转师傅，亲戚邻舍一个来一个，全部都来学头年，大家当团结，一撒交一撒，只爱幸福，无乜嘅做唔起的。阿叔带出来10个意图，伫台北咧学嘅带出来只有1000个撒。做头年，当年1点人就爱放床、拌面、做包的，无头年，各样全部出家来做。人讲当辛苦，唔讲爱做当快乐。老一批教人爱团结，阿爸讲的大富爱亲兄弟，大家爱相辅相持。人的精神就像当年老面粉中央，路强下唔爱分开。